早安！今天又到了我们5月10号分享灵修笔记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学习呢走过生命的旷野时呢，去挖掘呢神活水永流的井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呢，都让我们呢在遇见旷野的过程呢，也给我们满满的恩典。在这满满的恩典的过程，是因为呢我们学习如何呢顺服神的话语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旷野之中还可以满心欢喜的赞美神。当我们与主的关系呢亲密时呢，主必呢引领我们呢走在呢正确的道路上，也必呢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遇到一些呢无法依靠自己的这个问题？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学会呢依靠神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每一时刻都有神的盼望。也祝福你呢在今天周末的日子里呢，可以呢跟家人呢一起团聚，一起祷告。